后来，来这件是车祸发生伫个基隆市的中华路，有一个60多岁的太太，明明是行伫个路边，结果一台轿车为后壁甲撞落去，这个太太背悬断落坐，受重伤。驾驶无落车是做伊走。警方赶到现场了解，原来这个驾驶是假毒赛车。一个叫何姓负责人行伫路边，雄雄去互后壁一台白色轿车直接甲撞落。负责人轰动一个刹甲真正力，连雨伞甲牵拖拢飞出去。光龙的这台白色轿车驾驶有假动，伊对前一个路口行为就各样，先讲插伫双线，规台车因为指向停过来表，一直到对向客停车驶过来，伊才豆豆驶行，一路切出去，闪过一台奥多麦了后，都弄到这个负责人。很扯呢，我走在路边呢，我还坐过那个斑马线，然后过完斑马线，然后走边边，我想说哦，我要走边边一点，撞到我都没有下车，我都没有看到他本人。红龙的负责人卡丁西部，行路爱个挖克细卡图啊。警方到场后查获张姓驾驶持有依托米纸烟弹及电子烟加热器。代志发生伫基隆市中华路，这个路段无人行道，也无电话卡会当行，负责人敢若会当行路边，想袂到去互假毒的驾驶弄一个上卡受伤。警方伫这个路段加强巡逻，同时也将肇事的驾驶依法上班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